早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0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高雄市桃园民霸去路桥和大水冲断去。桃园的代表谢依珍昨昏去当地了解状况，嘛关心部落的乡亲，结果煞无细致泼落水，和大水冲去。当时行到镇的复兴里里长江伟民是表示讲，谢依珍雄突起落楼梯，伊要救，煞干那救着啥？虽然目睭紧紧看向大水冲走。用水批因为连续几落天落大雨，变做正煞流，甲高雄市桃园区的明霸去路桥冲断，和桃园区的复兴、南湖南甲梅山部落变做孤岛501个人调在内面。桃园区的代表谢依珍11下昼去慰问会停的时阵无顺利搬水的复兴里长江伟民讲，谢依珍脚踏无在拨落去，伸手要甲抓无抓到。他扶在栏杆，跨在栏杆，我压在栏杆，抓住的时候，泥流就来了。我才抓住他1-2秒钟，结果后面就有一个大木头就冲过来，压到他的头。我用左手把大木头顶起来的时候，大木头后面跟着就是一阵大的泥流，就把我淹没了。那当我起来的时候，原来我手是空。消防局接到报案，派人来救，不过因为天暗嘛，雨真大，看不清楚，按算伫12早起6点过来搜救。本局总共出动9车16人前往搜救，同时在宝来1桥、2桥设立拦截点，并派人在桥面监看。最后因为18点50分左右发现落石崩塌，有立即危险，而且天黑无法再继续搜寻。高雄市府伫11暗开设二级灾害应变中心，公路总局嘉先工务单讲。在23-94公里附近，明霸去路桥便道即马伫咧抢修，民众唔通强买入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嘉义的山区嘛，因为连续落大雨，曾文水库的水是甜一甜。有2个成功大学的研究生昨起补课，学倒摆去曾文水库佚佗，其中22岁细甜的查甫学生，亲像是因为要捡手机才渡水。消防局有派人去找找，目前还未找到人。伫咧曾文水库边仔的大埔乡和平公园六角亭，会当看到曾文水库的风景，是真侪游客到大埔乡一定会来的所在。不过，若水库水位涨起来，和平公园就会淹水。有2位研究生伫昨下昼骑车到大埔乡耍，伫咧六角亭内面耍手机的时阵，其中一位22岁研究生，敢若是手机无顺利落个水的要落去扣，无顺利渡水。嘉义市消防局接到报案了，随派3个分队的船甲厂队人员来救。这是楼梯的栏杆，所以你带来下过来，从栏杆继续用力加，一路往下啦，往下你脚踩得到之后再往下摸到，因为它是三角形的顶点嘛，摸到那边2个人摸一下 ，OK 了，再从底走回来，然后用脚用手去把它摸开。连续几落天落大雨，曾文水库强要到满水位，六角亭附近拢淹水。公所伫咧前几天已经甲公园封起来，袂互游客入去。考虑到山区雨继续伫咧落，水一直涨，搜救行动到暗时11点暂时小停落，12早起会派第2批人员来救。记者综合报道。大水雨造成灾情，高雄桃园的山区对外车路嘛未通，当地民众即马是想办法家己开出一条路。另外，6股的土石是放落来，甲老龙溪塌掉咧，已经甲半环要变悬啊。附近的温泉饭店嘛无法度做生意，损失有上千万。空中调压机记录6股成为例，边仔这条老龙溪河堡因为山顶冲来大量土沙，范围变大变悬，连山顶怪树路顶也被冲落来。只是5年前，爆发到河堡原价差15到20公尺，即马贴悬到行路都用到，互你就是真烦恼。这块土地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屋溪的护岸，如果要赶快整理的话，很容易这边。国营的桥梁可能都会陆陆续续的断掉。村庄附近有大量的淤积的话，那我们会用我们的开口蓄约，先去把河道的沙子挖开，至少让水可以下来，那保护居民的安全。水利署表示，去年收存1万方以上沙石，即摆拄到大雨，造成灾害，只要天气稳定，会马上派人协助。
像航管的水球哦。国人已经准备好，土管区副经理文山里的居民卫生化助力救济，号召族人提签清理产业道路，也个串流溪流的石头，清通了后，转去高雄采收，不是放回烂。土管区交通等第5天，文山里有一名40岁男性游行发作，由直升机送去病院。风景区业者也承受特定压力，亲像6股本路温泉民宿业者，订房拢退了。游客都预警性的陆续爆发退房潮，那我们这里的观光损失有没有估计高达台币上千万？观光局表示，已经规划减免业者温泉使用费，一个争取在防疫前提之下开放公用温泉区，希望服业者早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那昨下晡1点半，台中的文心南路民众赛车经过无细致，规台车全栽入一个坑内底。当地里长是表示讲，这个路段常常发生地面凹凹的意外，半年已经发生3届啊，车路凶破一坑，到底什么原因要搁调查？敢是去外面翕到，明明是日时好天，快车道的路面敢若要落来，一台乌色的轿车经过，感觉路面怪怪，有时赶紧闪过，随后路面规煞落来，结果路面变一坑真大坑。后来一台文色轿车无看到，无注意，无减速，直接开过去就落落去了。他这边他就自己已经爬出来了，他就问他有没有怎样，就帮他打电话。在下晡1点半左右，台中市大理区文心南路往市区的内边快车道路面熊落落去，深度将近2公尺遐深。当时66岁姓林的女车主开车经过袂火闪，当地里长讲，这个路段半年来至少已经有3摆路落落去，假是有水下水道工程有出问题，才会造成这种情形发生。这个路之前有做那个污水道工程，是从地底下挖掘的，可能路基是有所谓的流失的状况。有没有血气胸？他最主要是你安全气囊爆了以后，前胸有挫伤。这女车主规身躯拢磕到、切到，市长罗秀妍赶紧去探视，也该下失礼，讲一定负起这个赔偿的责任，也追究是不是有人为的责任。我们表示抱歉，那同时会人车全力赔偿。第二件事情，我们会查明原因。那同时呢，如果有人为疏失，会追究责任。第3个呢，为了整个路线的一个安全，我会全面的路检。当地民众讲，当地有水下水道工程至少做年外，市府表示，除了调查是不是因为工程所引起的，也对这路段全力来路检，避免相关的意外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受西南风影响，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台南发布大雨特报，有局部大雨会发生。咱做伙来看云图。受西南风影响，今日透早到顶埔、嘉义以南、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今仔日大多数拢是多云到好天，过大了后会落西北风的天气，尤其是山区甲大台北地区熬上大雨。若无落雨的时，天气是较暗有热，各地高温大约有31度至34度。天气遮尔热，乡亲爱加啉水，唔通着沙。来关心极端气候影响全世界。有专家就讲，咱台湾未来天气会愈来愈热，雨嘛愈来愈猛，而且可看大的时阵会愈来愈大。学者即嘛是警告讲，未来咱台湾的温度若是加4度，安尼落雨的强度会比即嘛加3倍、加3成。毋是可看就是大雨成灾，极端气候早就已经是现在进行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 IPCC 初九公布第6摆评估报告，更加确认人类行为确实影响大气海洋，甲造成暖化。台湾降温速度比全球平均较悬，在无做任何努力的上歹情形下，天然灾害恐惊是愈来愈多。所以我们确实有那种越来越热，然后越来越降雨越强，然后越来越干的这个趋势哈。如果是持续这样的无限，就是说没办法控制的排放下去的话呢，那未来冲击就非常的大。学者指出，上歹情形就是无过温室气体继续大量排放，会让台湾的温度比100多年前增加4.5度。专家表示，若温度升悬4度，如果发生在台湾的强降雨强度会增加3成。调适的压力会非常大。
也就是说，好，我们这个前几天在南部下了2000多毫米，2天说下了2000多毫米，那有可能就变成2500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莫拉克风灾3000毫米，那就变成4000了哦。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有时候就很难应付了，更何况要增加这个10%到30%的这个降雨的强度，这个压力会非常大。这场由台湾科技媒体中心主办的专家线顶对会，针对 IPCC 公布的上升评估报告 AR6。提出观察甲建言，也认为政府目前推动的相关政策有缘无具体做法，恐惊未当应用未来更较剧烈的极端气候形态。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看什么重点？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立陶宛拍算伫咱台湾设代表处，中国是调回驻立陶宛的大使。立陶宛的总统是对外表示，立陶宛甲中国关系是建立伫互相尊重的基础。若是对话讲到尾啊是咧放掉，安尼伊就无法度接受。立陶宛会当家己决定要甲倒一寡国家交朋友发展关系。来关心的读报。因为疫情的关系，边境有咧管制，也佮最近有不少境外学生是大声呼吁讲，希望会当来咱台湾读册。咱教育部长潘文忠伫昨昏时表示，境外学生甲摕华语奖学金咧读册学生，大约有13000个，是咱台湾的优先对外开放的对象。了后才会考虑到短期来学华语的学生，也佮交换学生。来关心自由时报。一个34岁姓吴的查甫人，利用外送平台绑手机号码的空隙，偷录别人的信用卡，买物件了后，再佮摕去卖来换现金，已经赚800万。警方侦办2个月了后，即马已经抓到人。镜头来台东当咧举办热气球的嘉年华会，严格初10的时，有一粒热气球在烧的时才烧起来，加在当时无载人客，无人受伤。办第11年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测试以台东人的限定，无开放外县市民众进场的模式，伫地上无遐度假村举行，也受到顶一周末西南气流影响，初9才正式成功。暗过70尾暗6点左右，热气球拄咧点火，现场煞扇一阵风，将场内4粒球拢吹甲东倒西歪，其中一粒飞起来飞向附近的树林，也佫烧起来，引起现场大家拢惊一跳。在过程里面突然间发生的哈，那这种现象基本上非常的少见哈，那而且是瞬间的强势的逆向的气流。好加载无载客驾驶员也依照紧急处理程序熄火降落，地勤人员冲至树林，将这条热气球的球皮甲加速设备扛出来，无人伤亡。民航局要求官府委办的天际航空暂停热气球升空，提出改善措施。热气球方向的调整的时候，这些绳子还有绑的一个方式呢，如何再做强化，来避免说接下来如果再有同样的气候天候的时候不能再发生同样的类似情况。在下晡，民航局审视天际航空提出调整，北海所有改善操作作业了后，已经同意恢复热气球升空。安全考虑要求业者未来若真侪粒热气球同时操作，调整北海所有这动作，免真侪粒同时操作，才袂意外个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做伙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2个本土病例，佮有4个大病入境的案例，佮2个死亡的案例。针对预防射部分，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第6轮会开始做国产的高端预防射，目前会使做开放登记，若上紧23就做会到，头一批有60万人。另外，咱国内即马欠预防射这个问题，有媒体就问讲，问指挥官陈时中敢愿意亲像南韩安尼亲身去美国协调？陈时中是应讲，若是有法度，互预防射较紧来，伊当然愿意。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拜3 10日新增加12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6例上济，国内是台北4例，基隆2例，各新增加2例死亡。新北市今天有6例，那主要是有几个案例是一个社区群聚的案例那新北市政府现在正在积极做相关的疫调。目前各国拢面临欠缺疫苗的问题，韩国进前国派专人去美国催货，有媒体询问指挥官陈时中是毋是考虑亲身去美国催疫苗，陈时中是讲，若做会当较早来，安怎做拢愿意。有必要任何可能可以让这个货能够早点到那任何的作为我们都愿意做。
指挥中心也宣布，第六轮疫苗要自国产疫苗高端，民众会当即马开始意愿登记到8月13礼拜5 12点结束。医药注射时间是8月16早起10点至8月18中昼12点，预定开始注射时间是8月23至8月29。至少会有60万剂，但我们希望说能够有80几万剂了哈。那不过这还是要看我们也检验的一个有没有，就是检验还没有检验完，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它一定会检验会过。若是出名的作家高北岛的场午，进前好亲像注 AZ 疫苗了后死亡，引起外界关心。但是中回应讲，高北岛的场午不是公众人物，无适合公开谈论。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国内疫苗不良注射反应通报，注 AZ 疫苗了后死亡上少年是26岁，注莫德纳疫苗死亡上少年是36岁，两个拢有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是毋是甲疫苗有直接的牵连，也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昨昏有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其中有2个也咧走出感染源。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表示，正港的清零是要完全无病例，这恐惊爱是连续28天拢无病例才有准算。若新北市的部分因为永和2礼拜有出现3例，所以体检队已经去永和替民众做体检，嘛有找出2个新的病例。台北市初10例确诊，才欢喜一天啊！尔11新增加本土确诊4例。2例是家屋内感染了哈，所以这个其中还有1例是在隔离期间因为要解隔离之前要做一个筛检被抓出来。不过还有2例是不明感染源的。台北市长郭文铁坦白讲，要完全来清零，爱连续28天是加零，才有法度确保完全是清气的。追踪确诊个案卡列，按例因59078北起过远东百货保庆店。也坐运来回西门甲台北101站，由这个保险店把有专柜小姐去画到，是毋是有关联？副市长黄珊珊强调，2个案是无交集，这阵感染源不明。特别是案例因59008是台东区一间餐厅的员工，这阵餐厅已经停业消毒，员工已经拢爆裂起来了。其实他的先生在5月20号就已经确诊，那个时候他也有被居隔。那依当时的规定，当时居隔并没有做采检，如果当时有筛检的话，他可能是已经得过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在验抗体。新北市11增加6例本土的个案，其中3例是伫厝隔离阴转阳，另外永和有社区3例确诊个案。新北市发动机动的检查队来进驻，2天检查647人，检出2例确诊，更加列出共同的住户231人伫厝隔离。我们筛检了647人，筛检出2个阳性个案，总共有231人，110户。那没有办法安排1人1室的，我们就要求要住防疫旅馆，所有相关的费用由政府来提供。那筛检出的这一位呢，阳性的个案呢，他目前的感染原因是不明的，所以我们才会启动整栋楼的一个居家隔离。新北市也公布确诊个案的卡列，案例因591甲917是大斗阵的室友，北斗阵去羽球馆拍球。另外案例因591去过3重埔的冰店甲超商，也有加6户路酒店。好友伊鼓励民众采检查来阻断温馨的社区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已经有超过922万人住过预防针。卫福部是按算伫这个月底要推出一个数位平台，让民众家己去平台顶头用做过预防针的证明。另外，昨开始会当做第5轮，大约有487000人会使注着莫德纳预防针。总算有莫德纳疫苗用住咯，透早就不少人到台北电竞场准备做疫苗。有人知影这摆做的是莫德纳，感觉家己真兴奋。我属于第8类的，今天打的第2剂是1类到3类，对不对？1到3，照理讲我不能打。他踢错，陈时中不是说踢错了吗？1500个人吗？对不对？那就顺风车啊。第5轮莫德纳做的对象包含65岁以上老大人做第1剂，53岁到64岁以上第9类对象做第1剂，到第1到第3类对象，或者是有新的福龄人做第2剂。有估计一摆做的人数差不多是48.7万人。我想现在疫情还是很严峻哈，那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有疫苗就可以先打。国内有愈来愈多人做过新冠疫苗，部分行业也要求人员固定体检，确认无感染。所以卫福部要推出疫苗收费证明签发平台，方便民众参考使用。纳入包含疫苗的这个厂牌啦，那它的这个批次啊，还有它的这个
型号或者是接种的日期等等的栏位，会在这个系统里面。另外，高界接期健保署 App 健保快易通有相关的资料，是毋是两边拢重复来设置？周忠良强调，健保署 App 包含上过侪个人医疗资料有隐私问题，无法度下载使用。这个新的平台应下载热线做纸本证明，是电子凭证的概念，相信月底就会上路。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外国媒体一份研究，讲 AZ 预防射第二档人的时间，若是人愈久，效果会愈好。尤其讲是人44礼拜到45礼拜，抗体上济浓度上悬。因为咱国内目前当咧欠预防射嘛无够，政府敢会参考这个研究，甲时间让较长呢？疫情指挥中心无要回应。国内新冠病毒疫苗无够，大家拢咧思考是毋是应该延长两剂疫苗之间的时间。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报告发现 ，AZ 疫苗两剂之间计44到45礼拜抗体浓度上悬，国内是计15到25礼拜，最后是计8到11礼拜。如果这个2剂的间隔越长，根据他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个抗体浓度其实是会越高的。那所以是针对比较缺乏疫苗的这些国家，我们是可以拉长这第2剂，先把现有的这个疫苗先给足够的人先去打，至少第1剂这样子。莫德纳加 BNT 这种 mRNA 疫苗，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内底研究报告，第1剂注了后27天的抗体浓度，甲注2剂了后真接近，不过18天了抗体浓度变化，还个研究较真。疫苗短缺哈，那很多的这个单剂施打之后哈，那是不是足以应付这样子我们现在的疫情？可以由这些研究来这个支持这样的一个论点。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2剂疫苗是计10到12礼拜，卡数个延长，也是同款有丰厚效果。如果必要的时候，超过12周再施打，免疫反应还是可以很好，还是可以有预防的效果。所以打完第1剂以后，它因为某些情形而超过12周再去施打，也基本上我们也是建议说这样子没有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先进党第2剂疫苗延长做的时间，对预防效果无伤过大影响，不过是不是考虑延长，指挥中心无直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是宣布讲，咱台湾甲别州的旅游气泡会当恢复噶，时间就是8月14日一礼拜六。等来台湾了后，要进行5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也有9天的一般的自主健康管理。而且去别州有预防射通住，目前看起来不假像市。5月因为台湾爆发本土疫情暂停的台北旅游，即马疫情转好，指挥中心11日正式重启，14小法团特别去别州检疫也比较进前的模式。等台湾了后，唔免隔离，采用5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旅游泡泡，那这2天外交部也给我们文那相关的也检视过了那基本上跟上一次一样那我们大概是。整体大概这些防疫的措施还是一样。旅客等台湾了后，共款伫机场采检，搁做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用伫出来，不过爱落实一人一室。第5天 PCR 检测，阴性了后维持自主健康管理到第14天。旅行社早就已经提前开放预备，民众反应真热烈，而且有超过4000人付定金。因为这摆除了等台湾免隔离，比如政府阁表示应提供差不多2000剂疫苗予旅客来做，互这摆台北旅游2.0阁较有吸引力。不过业者也烦恼比如是不是有充足疫苗？跟其他国家回来呢，要来的算是方便。4天的行程大概59900起，然后到5天的话大概是65900起。华航每周2班的话，不足以消化掉现在大量的需求订单。那会不会有人最后是没办法试到，或者是没办法预约到？那这部分我们现在也在跟帛琉邦等他们。正式的一个告知。为消化需求较订单，旅行社也积极争取包机，比如已经将近800人口完整做疫苗。政府表示会提供辉瑞 BNT 交先甲莫德纳疫苗，予台湾人来做。不过做疫苗是医疗行为，会比较管道模式，旅行社袂介入，也避免前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3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6例，目前咱台湾加强15814例，中国病例有94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已经超过10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600万例，印度超过3200万例，巴西是超过2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617万例，法国是超过643万例。全世界即卖疫情也未受控制，疫情严重，真侪国家拢在想办法鼓励民众出来注意风险。那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排第1的美国，新的学期伫要开始啊，也毋过12岁以下囡仔无法度注意风险，所以因即嘛赶紧咧受防疫对策。根据美联社报道，规定学校师生伫学校爱挂喙安的有加州、路易斯安那、纽泽西、奥勒冈甲华盛顿州，另外阿肯色、亚利桑那、佛州、爱荷华、奥克拉荷马、南卡乔治亚、犹他甲德州，拢是采取授权予各学区，或者由家长家己决定的做法。防疫专家对安尼是真不赞成。The Delta variant is the most contagious variant of COVID yet known. This Delta variant now comprises well over 90% of our case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reality is that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of age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e vaccine yet. Children 12 and above may have access to the vaccine, but many have not been vaccinated yet. 这个目前做第2剂疫苗的比例差不多是55%，不过成长速度有减慢的现象。因为9月特别联邦国会大选一定会造成大规模群聚。这个政府决定为10月11开始，除了囡仔甲有新的护理人以外，其他人要接受体检，爱家己出钱。伫餐厅食饭甲室内宗教集会、体育活动，爱有采检阴性证明。另外，伫英国疫苗注射率比德国悬出20个百分点，成年民众完成注2剂疫苗的超过75%。虽然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成功阻止6万人新增加死亡病例，也予2200万人未被感染。不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表示，政府打算伫9月，也就是完成2剂疫苗注射率100%的时阵，推出注第3剂疫苗的做法。公司新闻齐家人评析。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是证实讲，境内也共和国出现一款甲伊波拉病毒真相像，而且真高贵，卖造成出血的病毒，叫做马堡病毒，已经造成1个人死亡啊！世界卫生组织唔敢大意，已经赶紧派人去处理，要防止病毒传开。世卫组织测查证实，西非洲头一个马堡病毒患者，伊是7月25日伫几内亚西南部瓦近邻国43加赖比瑞亚的边境村庄，介凯杜破病的8月初2过身，死后确诊。卫生当局已经考虑监测155个可能接触的人，目前无发现传染病例。The Marburg virus is very similar to Ebola. It starts with a very abrupt fever, headache, malaise, and bleeding. The difference with Ebola is the fact that we don't have a treatment, we don't have a vaccine for Marburg. 世卫组织表示，马堡病毒是伫密保等动物的身上，咱人经由拍蜡食到巴肚感染到的，再搁透过接触体液，也甲被污染的表面这个方式传播。出血热的镜头甲伊波拉病毒正共，致死死亡比率达到8%。进前非洲东部甲南部真侪国家拢捌传出有马堡病毒，也甲一寡零散的个案。这个是头一遍出现伫西非。世卫医师讲，虽然也无治疗的药物，也毋过特别的镜头、支持性的疗法，也是会当改善存活。The capacity for case management, secure case management, and also research in the pipeline of drugs and vaccines coming will be interesting to follow up in this case. 几内亚是2014至2016年中间西非洲伊波拉疫情大流行开始的所在，当时造成9万人死亡。今年进前阁出现第2届感染，2个月前才结束，无意外又阁出现马堡病毒的病例。世卫组织紧急派遣10人小组前往评估风险，提供社区体检、临床照顾、感染控制这个后勤资源，也开始看边境监控，一定会赶紧侦测可能的病例，切断扩散。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
来关心阿富汗武装团体塔利班昨昏阁抢倒来3个省会，即马首都喀布尔是嘛无啥会知，愈来愈危险。联合国是表示讲，从5月份以来，已经有要挖39万人有路无厝。阿富汗的和平谈判准备要伫卡达举行，目前阿富汗的官员嘛已经到位。武装团体塔利班将一个政府军的尸体拖伫咧路的庆祝，因继续伫咧北部抢到法拉省的省会法拉、巴格兰省的省会普勒胡姆里等所在。目前全国34个省会有9个互塔利班提起，差不多是2/3的领土。普勒胡姆里伫首都喀布尔以北200公里。阿富汗政府官员讲，喀布尔即马真危险。总统甘尼11去北部的马萨里沙里夫甲当地军阀会谈，惊讲这若阁无去，政府就无法度控制北平。阿富汗国内情势紧张，政府官员11去卡达杜哈参加阿富汗和平进程多边会谈。中国、美国、巴基斯坦联合国的代表希望透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的方案。巴基斯坦代表讲，伫过去几多个月，几多遍甲塔利班交涉，也毋过无乐观。They refused to talk to Ashraf Ghani. Their condition is that as long as Ashraf Ghani is there, we are not going to talk to the Afghan government. They are now trying everything to somehow get the Americans back into Afghanistan. 战争真残酷，受害上大是百姓。联合国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有要到39万人因为冲突无家可归。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辑。今日国际上抑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是表示讲，疫情也未受控制。以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明年初全世界确定病例总数将会超过3亿例。来关心中国最近积极咧发展军事，2021年国防预算是日本的4倍。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是表示，2022年明年度日本的国防预算会增加，这是必然的结果。来关心特工是宣布讲，美国总统拜登按算12月份，打算用视讯的方式来召开民主峰会，要邀请世界上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做伙参加。虽报名单还未出来，也毋过国务卿布林肯3月份的时就捌讲过，会邀请咱台湾做伙参加。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向总统蔡英文报告5倍券的规划甲进度，即马是有风声讲上紧伫8月底就会对外公布。有一寡地方政府嘛有推出家己的好康甲贴起哩，高雄市民会当搁另外领到1000块，啊那台南市的部分是结合活动来刺激消费。行政院要发放5倍券刺激内需消费，外界关心5倍券什么时阵开始？行政院长苏贞昌11向总统蔡英文报告5倍券的规划进度。总统讲提出更加完善的计划，传出行政院上紧8月底要对外公布。5倍券是一套10张，包括着新增加3张1000、2张500、5张200，纸本会当伫邮局换买。全国11000间超商原来会当预约，受惠券会当选择办信用卡、电子支付、悠游卡，还是一卡通。振兴是我们未来几个月的工作的重点哦。那行政院会参考去年的经验哦，提出振兴方案。总统也请行政团队持续与各界及立法院党团进行沟通，让振兴方案能够做得更好。即届5倍券比照3倍券，会当用伫全国实体店面打啊，甲考虑放宽适用外送平台订餐，来帮助店主。针对经济弱势差不多109万人，政府会直接汇1000块去民众的口座，电话是免费。地方政府已经上准5倍券的商机，高雄市去年透过3倍券创造12月的发票金额达到23亿，今年宣布加1000，互5倍变6倍。还会加注伫餐饮甲观光。过去在夜市券、商圈券，还有40抽，我们都已经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在这个范围的部分，我们当然也会再把它扩大。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店家，我们提供这样登录的发票。然后我们来做双倍送这样的一个活动。那首奖呢，目前呢，我们当然有神秘大礼。高雄要结合国庆年会、台湾灯会，也甲跨年暗会，希望会当创造100亿商机。台南嘛是同款，要配合振兴政策，搁加注，一定包含购物节、整合观光文化甲农业资源这些活动，上紧9月就开始。记者综合报道。
劳动部伫昨昏宣布讲，因为疫情对劳工的影响是真大，本地对劳工的补贴1万块的政策要扩大。目前是上规工的，也是算点钟的劳工，下资格的人拢会当领1万块的补助，而且申请的时间要延长到9月底。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虽然有真侪行业已经来复工，不过也佫有真侪劳工和业者因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领袂到纾困。大模式它如果不是在勒令停业的行业别里面，但是它实际上却是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4月、5月开始新营业的店家，其实在这段时间也是一样，根本没有办法把他的业绩冲上来，也没有办法继续营业，也应该要纳入纾困。时代力量党团希望行政院就要点阵来盘点，看要安怎来甲纾困甲做较斗大的。也若劳动部嘛伫11宣布讲，扩大全时甲部分工时劳工生活补贴的对象，甲袂当参加就业保险的中高龄再就业者，用7月薪资，甲比起4月受雇同一个雇主的薪资，若是有减少2成以上，拢会甲纳入去。也若讲其他的排除条件拢无变。已经领过了老年给付，或者是说满了65岁不能再参加就业保险。可是呢，他还是持续工作，有劳保投保记录的这样的一个中高龄劳工啊，把110年的7月的这个部分新增纳进来，原来只有开办5月或6月薪资有减少20%的部分。我们预计可以协助32万名劳工，那我们也将这个申领的时间延到这个9月30号。劳动部提醒讲，部分工时受雇劳工的生活补贴3.0，对13开始来申请。也若讲全时受雇劳工的生活补贴2.0，就会照薪资受影响的月份，对13和23开始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在蔡乡亲做伙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2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458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新北市是6847例，台北市有4833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2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彰化273例，台中有207例。昨昏有新增加2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814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458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镜头来台南7股盐场的盐山，因为大水害关系，才盐落样了了。而且盐山艺术季伫要开始啊，盐场是趁好天赶紧订贴。若伫家己水上饲芳的芳农嘛，因为大水害关系，芳箱拢浸水，是了几20万。远远看过去，饲芳场拢淹伫水里，芳仔箱伫水内强要淹着。南部7月底开始连落几落工的雨，家己4、5个芳仔农8月初去巡视养芳场的时阵，就看到这种的景致。即摆已经11天啊，水还未退。逆放是全部都已经灭顶了，以现在来讲是差不多在15万至20万左右了。蜂农这边有受损的情形的话，还是可以在申报期间去公所做申报。这水无退，无法度整理，心血无啊，互芳农要哭无目屎。大水雨一个落2礼拜，毋但带来真大的损失，也互台南7股盐场的盐山，互大水冲甲拢扬去。整个盐山大概被溶掉了约2000吨的盐，所以那个除了表面稍微就是变得比较暗沉，然后整个盐山的体积盐山的阶梯大概都有一些缩小或者是受损。因为盐山拄好是艺术季要开始，车10号一个停，工作人员就赶紧运盐来修补，准备礼拜6重新开放。大雨造成水位欠悬，台南运河出现特殊的景象，青兰一直跳出来，互游客真欢喜。可遇不可求啊！觉得很兴奋啊，没看过。下雨进来到咱的海水那边较正，较正了，浮游生物增多，鱼仔伫外海呢，拄着咸水，拄着遮水，伊就进入入来伫咱的港口内底。拄仔坐船拄着这个情形的郭信良讲，台南运河真久无拄着青兰这么济，业者也解说，青兰爱光。游艇经过渔镇的时阵，鱼仔受到惊吓，就会跳出水面，而且暗时比日时更较常看到。记者综合报道。大水雨落出在前，毋但伫下港，新竹的北部瓦山区的所在嘛，因为上大雨，溪水规个
长出来甜啊，饮着附近的车甲甲果子园，损失是真惨重。大雨直直落，已经看袂清楚倒位是路，倒位是田。新竹县北部车站下晡一场大雨，农民的辛苦种植全拢浸水，隔天日头一出来，园仔已经倒了了。果园跟稻米有没有稻谷，都是因为这边水没办法宣泄，然后回堵到那边整个淹掉。没有办法啊，还是要种，也是要种啊。那希望政府怎么做？看有可以赔偿嘛。附近的果子园同款损失严重，哪种的芳果、薄芽、冰箱甲种植设备，别拢歹去啊。昨天就是飘起来，走了以后，它就所有都是位置就变了，冰箱全倒，还有这个剪草机、耕耘机，全部都淹没，连油箱到引擎全淹没，可能都要修理。居民希望县政府会使定期派人来清附近这条溪，避免后摆落大雨，搁一摆造成农民的损失。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嘉义基地一台 F-16战机，昨早7点半左右在执行例行性飞行训练的时，伫飞起了后，规个坐舱挂是煞落去。加载飞行官有随处理，人平安。这嘛是 F-16战机头一摆发生这款意外。规个舱挂落去是真严重的代志，毋那家己这架飞行机真危险，嘛有可能会去击着别架飞行机造成意外。目前落去的原因也在调查。咱的防疫警戒是降到2级，亲像游泳、池啊、掠铃这行业拢已经会使甲条件来开放，也毋过还阁有亲像得人来店内耍倒啊耍的这款店头，甲打算无法度开放，业者是有提出防疫规定的做法，希望政府会当听因的心声，互因会当恢复营业。这个岛顶的营业，几日来都算摆好势，看会出业者真久无整理啊。虽然政府开放互因卖产品，但是因为防疫还未允准，互人客伫内底耍，对因来讲，原本要搞啥的收入，就来自店内的消费，即马看到座位空空。颠倒心酸。在降2级的时候，我们独立被拉出来一块。那我们在各方面的防疫跟严拟，比如说面罩啊、口罩啊，然后甚至紫外线的消毒，我们都已经做到。我觉得我们超越了按摩，也超越了游泳池。倒啊耍的业者不满喙暗流落来会使开门，毋知因是倒位较危险，而且进前的立即防疫，因着照常营业，即马煞袂使，标准是啥？另外，同款较新潮的室内游戏剧本杀，业者嘛做阵发声，希望政府互因一条生路。桌游啊，或是我们的谋杀之谜的店家，这个有条件的开放，然后真的如果只是零售的话，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只卖剧本这样子来支撑下去。针对这寡业者的诉求，经济部是表示，照因的了解，指挥中心是已经有开放剧本杀的部分。另外，倒啊耍，因嘛会甲业者提供的防疫规范，报予指挥中心来做沟通，互因通有真正营业的机会。记者陈嘉文、赵水台北报道。体重大车拼来看，即届东京奥运咱摕到史上上好的成绩。东京奥运结束了后，刷落来也有身心障碍者的世界运动会，也就是帕运。咱台湾有10个选手，即马长在训练，嘛希望会当继续拼出好成绩。运动员认真训练，因是今年代表台湾参加2020东京帕运的国手。8月2日将要出国去日本，即阵也把握时间做最后的准备。主要是训练伊的比赛迄个爆发力甲迄个肌力。今日下晡训练的重点就是重量训练。因的训练强度甲一般的迄个专业运动员无啥，拢一模一样啦。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身障选手的田径队一起训练，然后这次是跟体育大学就是一般的选手一起做集训，感觉不一样。对，就是也是比较有那种竞争的感觉。帕运是专门替身心障碍者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比赛，伫奥运比赛了后举办。
台湾选手自1992年开始参加帕运到今，也拢有出色的表现。1996迄块金牌就是视障柔道李清忠，应该是算咱的国家内底有奥运级的金牌第一地，凭正常的选手，搁较早2届。这次是第3次参加帕运，那就是也很开心自己可以坚持到现在，因为在台湾视障柔道比较少人接触，然后也是希望让更多人可以看见视障运动员。今年代表台湾参加帕运的10位选手，分别是乒乓陈小文、林志宇、丁明志、罗碧春、建立林雅璇、电竞杨传辉、刘雅婷、柔道李凯琳、游泳陈良达、羽毛球彭真宇。比赛伫8月24到9月初5进行。记者杨淑晴、曾海文台北桃园采访报道。镜头来去国际上来关心，即马热天，真侪人爱去海行耍水，毋过对身心障碍者来讲，要落去耍水有较困难。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即马就有伫一搭海边啊，专工设计无障碍环境，要打造一个适合身心障碍者耍水的所在。坐电动轮椅伫咧海沙堡的茶帮道顶头走来走去，这个西班牙查某囡仔麦克斯因为脑性麻痹，自细汉就无法度行路，无法度落去耍水。即马因为有当地市府提供的身障服务，可以会当欢欢喜喜甲出来人去巴塞隆纳的伊卡利亚海沙堡耍水。西班牙巴塞隆纳伊卡利亚海沙堡配合身障人士政策，当地市府伫遮提供专门设计换晒所在，水疗能用的椅仔，一个启动机，教会经过专门训练的救生员协助有身体障碍的人耍水。Porque realmente si no existiera este punto accesible, tú piensas que esta gente no podría ingresar al agua, quedaría mirando el mar y no podría bañarse. 虽然受疫情的影响，要去海沙堡耍才提早有效，不过对于我会当家己受水，不过要落去水的甲爬起来时阵较困难的人来讲，这项服务真好。58岁身体有障碍的纳提，因为倒假骹。虽然伊有法度家己受水，也毋过要落去加起来才人斗3工。Nos bajan con el buggy, además el personal que hay aquí ayudándonos, bueno, son todos de 10 para arriba, majísimos, están encantadores, están muy pendientes. 目前这项服务已经斗3工过，几落千位身体有障碍人士落去耍水，也互愈来愈侪身障人士爱来遮耍水、玩滚海洋。公司新闻陈思同编辑。天气报你知，做伙关心今仔日大多数都是侪云甲好天。过到了后，爱说是西北风，尤其是山区甲大台北地区熬上大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外岛是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